记忆体空间老是不够了，要处理这个程式，应用程式管理，按下去了，按清除资料有没有？右下角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按确定，有没有什么变化？你看，还有一个要清除快去，就是到 Google Play 商店，按 Play 商店，来下载安装，小心哦，有的要那个收费哦。放大镜相机按下去，按安装。放大镜连眼睛眼球，放大街道还是怎么？有人用来拍那个什么车子刮伤的刮痕，说很好用拍商品刮伤了很有用。按安装，空间不够，它就会叫你释放空间。开启了，可以开启了，那表示空间够了。刚刚清除一些暂存资料，然后你看空间够了，可以安装了，可以开启了，按允许，按允许。你看右下角那个不易符号可以按下去，你看，然后那些线那些图案就消失了。要修改再按一下，你看可以按照相那个相机，就是照片，按那个左边那个。录影哦，这是在录影吗？不晓得是不是在录影呢？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可以设定相机目录、路径的色彩、样式、升级、应用分类管。小心有的会扣款呢。倒数几秒，还有声音哦，原来倒数声音呢。你看倒数的声音有开着呢。那个叫倒数计时器啊，拍照声音，暂停预览声音，拍照声音都有了。短按压对焦，长按压也是对焦。使用音键量、上键、拍照、下键、暂停、预览、暂停、预览、触控、暂停、拍照、打开手电筒。这个叫设定相机，放大镜的时候不要回去当对焦。3个点那个是设定的，路径、预设目录、相片、影片、相机使用、相片。目录可以改变储存目录路径，点按沿途。改变储存目录路径，
点按圆形按钮，哪里有圆形按钮？建立目录，预设目录旧的，新的呢？旧的呢？新的呢？也不一样呢。点按圆形按钮，目录在哪里？那这个是在SD 卡，没关系哦。